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无你的小朋友，行，说你，注意安全哦。小朋友，你敢有看过阮的节目？有。啊，你有看阮的节目学台语无？有啊。啊，你哪无讲话？我甲你讲啊，今仔日吼，你著放好轻松，莫想遮尔济，啊，尽量讲较大声的哦，大家做伙来学习。招梦是阮来啊！守护宝藏是我招梦神，打开智慧，爱做智慧之神。今仔日美美队长，你好！啊，你美队长，我最近有一件足好笑的代志。我昨暝啊，伫咧困的时阵啊，我有听到这个智慧之神的房间哦。欢呼声有够大声的啦！啊，我唔知影智慧之神发生什么代志呢？我惊一跳。我想要问小朋友，恁平常时啊，敢有拄到什么代志，常常去互惊到的经验？我伫幼儿啊西园区出来时，我阿姊甲我吓惊。我都在是下行的时阵。哦，我对楼顶落来的时阵，阮阿姑甲阮兄妹拢会甲我吓惊。啊，唔通爱做危险，你若是破落来要安怎？对啊。我下课的时阵，你从变成便所出来的时阵，同学就会伫门外口甲我吓惊。哦，甲你吓惊。我伫爬楼梯的时阵，有同学徛伫咧边仔吓惊我。啊，慢，这就危险的。袂要紧，小朋友，这吓惊的代志吼，这咧平常时拢会拄着。啊，不过呢，咱吼虽然惊着，心情放轻松，啊去受着一寡较欢喜的代志，甲这个吼恐怖的代志甲背起哩。来到神殿，就是爱摕宝藏，爱真欢喜，好不好？好。即摆就摕出你的真神，一股开来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阮是保利军团队出发。欢迎高比。咱来到这个所在，我今仔日佮带小朋友要来甲你摕宝藏，毋是啊？哎，咱离你遮远啊？迄是啊，你是安怎啊？我拄则听赵文成讲你半暝啊化休哦，对，我发甲足大声，化到足大声，你到底是？我真正惊着。你是我昨暝做一个眠梦，我梦到我的喙齿甲我的头毛拢落了了，我感觉足恐怖的。喙齿甲头毛队长，小朋友，哎，恁敢会当甲我解梦一下？这敢有代表着什么意思？有真理敢？唔知。啊，你刚刚无过。哦，你有梦过这种梦无？无。安尼恁敢有梦过什么梦？是互你感觉印象足深的，不管是好的还是歹的，还是噩梦。梦着用2箍着甲规个佚佗卖佚佗名的店买起来。 2箍，用2箍规间佚佗名的店拢甲买起来，开2箍尔。哦，这个梦，我甲你解梦看卖啊这是2箍，安尼你可能有机会得到彩券。彩券。嘿，啊，有真你有印象较深的无？无呢。无啊，哦，安尼哦，大家拢有做眠梦的经验啦。啊，你敢有？我捌眠梦过，我变做好野人，啊，毋过迄钱收济，我就气起来，我感觉这是无可能的代志。有影，就是你身躯边拢是金啊，拢是哇美金啊代表。出去啊咧！这真正是梦呢哦。我拍拼啦！拍拼，大家共同拍拼，甲好的梦变做是真的。好。好，
安尼加油哦！要甲恁考验吗？有信心无？来哦，准备接招，金大卡。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啊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你是对南投来对不对？对。你看逐遍地动的时阵，你拢最有感觉的。是吼。对。会亲像即摆若是地动的时阵，你敢知影安怎做？是倒啊边。米伫个倒啊对。倒啊内底吼。比灶卡火啊关掉。哦，火爱关掉。你若是伫灶骹注意先甲火关掉。足危险的。啊，不过咱第一个反应应该就是找倒啊米，倒啊卡米。来万不离物件落外，咱对有倒啊先甲咱动。哦，大家拢有真好的观念。因为其实我头前就想要问因的运动裤足稀奇的。然后你是想要红色的，对啊。哦，恁是毋过年拢穿这束？稀奇啦。连咪你会拄到一个更加稀奇的啦。啊，对。红奇奇。是要互恁，莫互恁伤紧张，讲笑互恁听者。好，好啊，加油，好唔好？好。加油哦，金大家，来，开始啊，头前啊哎，先来较准的哦。看好，看好。啊，两只手会较稳。嘿，你抓较底会较好神。韩流对。加油哦！喂。西北河。嘿，对，西北河。啊，咱看倒手边讲吼，看到倒了，看倒手边讲。中南北。中南北对。来哦，哎呦，是有哎，你要打？科幻。科幻，哎呦，厉害啊！好。这我拢念袂出来。大红色。大红色对。爱记看倒手边哦。好。做大水。嘿对，真好哦。来。地动。真好，真好，地动，地动。喂。向雨，嘿对，向雨。就是雨露真大真大。机风。机风对，机风。嘿。哎。水崩山。水崩山对。海场。海场对。好3000年一摆海场，嘛叫你拄着。火山爆发。水啦，真好真好，火山爆发。来。pass 啊。pass 好，来紧，前面给你改。后一位。来后一位。pass 好，来紧。来，加油哦，够时间哦。有时间。两角刷。两角刷。该用的。唔对。嘿，哎，我看。哎呦，搁一个，搁一个。再问一下，头前上尾这几尾是啥意思？我就想讲，你直接甲偏的涂骹是啥意思？不是我头前起雾，我看无啦。你起雾？对啦。迄间险要气死啊！好，来，咱接手边，咱一个来复习。头先无讲到，什么接互来娘？好天就接互来娘。咱搁做伙念一解。好天就接互来娘。敢有人知影什么意思？就是好天的时阵，就出去找好要来的时阵，要食物件。啊，水呀！哦，讲了就好个呢。嘿啊，万不你歹天的时阵，咱要食啥？就要趁好天的时阵，甲捡起来，甲吞起来。好，光烈啊风。光烈啊风。光烈啊风是啥？敢知？龙卷风。对，龙卷风。龙卷风哦。嘛有人讲假烈啊风。假烈啊风。因为物件用假的嘛。卷就是用假。物件拢假做伙。假烈啊风。
啊光丽啊风，拢有人咧讲。再来是龙加家刷刷，龙家刷是啥？沙尘暴。沙尘这是咱这几年较有的事啊，所以较无遐普遍。啊，毋过咱嘛是先甲学起来。啊，咱来看卖，恁拢总得到哦，12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袂歹哦，真厉害哦，继续保持好唔好？好。来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台语上练档，咱啊顶的2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，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。伫因报落来进前，看又是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，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！现时我跟咱有一个小朋友，伊平常时就爱看球的。你若是想要知影有啥物好看球，都爱请问伊，就是品武。啊，品武哦，爱看剧哦，爱看剧的程度是啥款？你拢爱看什么剧？什么款的剧？我头拄有听到呢，嘿，对伊爱看宫廷的，宫廷啊，古装的啦。对，古装的。爱看古装的哦。哦，啊是安怎特别是爱看古装？就感觉因的衫拢足水的。哦，但是迄穿迄爱足久的呢。对啊，亲像我这摆是算古装的一部分，我逐摆穿拢爱3-5分钟。啊是，你有解古装？我这套呢，要叫你穿看嘛。互你早当翕相啦。这套对你以你的标准是算水的衫无？好，你免回答，你免回答。后悔你咯，爱看剧就对啊。因为有当时看剧嘛，是通学真侪物件，对无？人情事理，咱甲 OK。好，安尼加油哦，尽量讲，尽量形容哦。来，金大家。哎，来看呀。好，要开始啊！两个字，两个字，甲啥物物件有关系？甲啥物物件有关系？国家甲国家，甲国家有海人会用的物件，敢若一粒球共款。甲球共款，来，敢若一粒球共款。一个球炸弹。炸弹，伊讲炸弹。对，炸弹，炸弹。吼，较大声。三字，去便所的时阵会用到。卫生纸。卫生纸。好水哦真好。起火的时阵伊会来。哈？起火的时阵伊会来。起火，起火的时阵伊会来。就是导火，爱拍火，伊讲拍火的人。拍火的人。消防官。消防员。对，消防员。大声的吼，你爱有自信讲出来。两个字，找路的时阵爱用到。找路的时阵爱用。两个字，刀。地图。好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伊是一种食物，食物。这种食物真好食。真好食。最好食，烧水去煮，爱用烧水去煮。食咧谁啥物件就煮好啊？哦。啊，用水，用烧水。泡面，对。好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伊的杯生了乌乌，生了哦，生了的杯，都有出现。崩坑，崩坑。哦，啊，一个坑内底看会到。崩坑。啊，啊！来，咱来看卖啊，因到底钓到几题现来卡？哦，真需要体力哦。有忝着无？就这样。迄伫顶头哇，足忝。无紧，咱做伙来复习一下。咱第一题，炸弹安怎讲？头先其实讲到国家甲国家安怎？咧冤家的时阵，冤家，嘿，因为冤家拢用较歹的物件咧处理。会使放伫涂骹，嘛会使对空中弹落。弹过。会使用弹的。会飞过安尼。啊，你若飞过，你若是共牵着会安怎？你就死，你就痛。会死去啊！会死翘翘，会死翘翘啊会受伤，受对无？这个物件会互人受伤，是。真好，拢有讲着。好，来后一个夜婆，敢知影是啥？唔知。便嘿，你头先有讲到啥？是乌色的。哦，是的，啊，搁有会会飞。飞，啊，伫咧地崩坑伫崩坑内底。崩坑内底。啊，困的时阵会安怎？拢倒头栽，在。倒头栽困。对啊。哦，安尼就阮知影，对不对？真好，
咱来看吧，恁得到5题，会当摕到半个金扣扣。没啦，上起码还有半个。好，后一关加油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。总共一句，两个人甲动物赶转去因的厝，另外2位按题目做句。你们早赶起来进前，讲到几题，就会当摕到相对应的金扣扣。探险队员，恁的骹手要较猛哦。咱来到恁今仔日的上尾关，这关哦，就是需要甲2个真无共款的词斗做一句，是考验恁的联想的能力。我即摆问恁哦，若是有一天，你小想者，所有的动物拢会生时啦会飞，生时啦，恁无希望倒一个动物生时啦？为什么？有真枪？枪，为什么是枪？大只拉落来就恐怖。真恐怖哦！会讲地势啦。对啊，枪嘛猛，迄枪大只，尾动的，尾动。狗，为什么狗不爱有狗飞？因为伊走的时阵足高水。对，互伊走落啊，莫飞啊。好，卖了。伊走就高水。品有你感觉？鸟鼠，鸟鼠。鸟鼠，那鸟鼠生时啦，会话伊会飞去你天顶，对。啊，天顶安怎？走到别人的厝内底，啊！足恐怖。这恐怖，我敢若想到这恐怖。全世界鸟鼠全部拢集中伫台湾的天顶，想看卖啊者？哇！我敢若想到足上的。好奇你感觉咧？好甲塞，因为因巴肚枵的时阵就甲我夹走啊。对咧，伊就飞起来看倒一只，好奇敢若袂歹食哦，哈哈！啊，落来，甲靠袂？想到迄好诶，哈哈！较高水的好，高水的好啊！啊，不过伊解歹的时阵嘛真歹。但因为联想能力拢真好，咱咪这关就是爱靠这种能力，好不？加油！来请一位，注意，加油哦！加油哦！现在卡，好，手较大，手较大。好好。一个2只诶。好，我去。来，你先加油！这里的朋友加油哦！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太贵，去哪？来，大家，虾米熊虾米？来，大家，虾米熊虾米？熊走出来，害我惊一条。什么？细卡，细卡。好，较大人来飞去啊！加油！到班了，跳，今麦较轻咧。好，你还，可以你去架面，你看下面大家。水族馆跟鱼啊，内底鱼啊拢真水。水来，进来！加油！到我的厝里倒位咧！阮本来要去买枪头，结果踏车。真好！小伙伴一个题目啊！巴黎，时间到。好，小朋友来吃。咱做伙来看卖第一个题目，熊。熊。那熊去找老师问功课。你若熊去找老师问功课，无找我去，啊，做伙去嘛，对吧？这位还伊是啦。头先有讲，来看卖后一题，水族馆甲鱼啊，水族馆，水族馆内底鱼啊真水。真水吼。品有你感觉还有其他的无？水族馆内底有足侪鱼啊。对。买一样的呀。安尼嘛会用的，有真讲有。我去水族馆内底看鱼啊。哦，袂歹。踏车甲长头，这联想力就爱有啊。啊，他都足够的呢。系啊，水个讲出来啊。来，佮讲一解。
阮要去买长头结果塞车。哎，真好。唔知有偌济人要买长头。对啊，啊那做伙要去买长头，拢塞车。敢有？我要出去买长头，结果塞车。哦。一个其他呀。什么？大概去买长头的时阵，拢会塞车。哦，大概。哇，你是去倒位买长头？我最想要知影。专门咧卖长头的所在。伊嘛专门塞车的所在。塞车。我塞车时阵就爱困，拢夹长头来食，拢咧食长头。给长头哦。喙足臭的。味无好。味无好。哦。上的啊。沙地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。是哦。安尼看起来是两届摕宝藏的机会，敢摕到咧？因来讲。真好真好，两届的机会。哎呦，有想要选倒一个动物无？敢想好啊？就好。为啥？为什么？为怎样要选石虎？什么原因？敢有？高水，高水。看伊高水哦。介意。看伊高水，互伊机会。好，两届的机会。轻轻啊。第一个留就好，手甲放去。我讲请起落的时阵才起落。来哦，请起落。啊！剩一摆啊！剩一摆的机会，你想要选啥？梅花了。要选梅花老是毋？好，安尼手甲放去。顺从要一个机会啊！啊若是，阿伯，若是无选到，你莫怨叹哦。好，后一摆再过来好无？好，后摆再过来算。好啦，梅花了吼，确定？敢会紧张？哎呀，淡薄啊，到底宝藏有伫梅花了无？请起落！梅花了！哇，颁奖！容易哦！哇，得到的是咱的米格啊！对啊，米格啊！这米尼嘎嘎呢是为法国来的哦。法国的哦。对。火车站。Eiffel Tower 对对啊。火车站。还有迄张秀清上介意的所在。火车站。火车站。赞哦！恁敢有迄个到过这米尼嘎嘎？有吼，真好耍，而且恁有即摆有4组，通啊斗做一个大组的。大组的。有机会。火车站。希望恁通啊透过今仔日的游戏，学到真侪台语，啊继续讲台语好无？好。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华丽宫。